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1，旧历的正月21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基隆市警察局第3分局8堵分驻所这件重大的案件。值班的员警是一个死亡，一个受伤。代志发生伫昨暝10点，一台小货车驶真紧，直接弄入去这个分驻所。当时咧值班的2个员警，一男一女，根本就无时间反应，就互货车来弄倒。这个女警一度互缀伫咧车骹，加在救出来了后，敢若受到轻伤，但是男警是当场死亡。小货车的驾驶，伊迄台货车是共偷牵的，跳输了后，汽车逃走，伊走入去派出所边仔并交道，互货车来弄死。即摆警方佫证实讲，这个嫌犯伫咧弄入去分驻所进前，沿路是摇摇摆摆，伫咧台62线已经共弄死一个巡逻员。货车高速正越弄入去分驻所，完全无达档啊就弄入去，为围墙到值班台，敢若4秒钟。当时徛伫值班台的员警，才额头就互弄着，当场就无喘气心跳。值班台互弄甲密密麻麻，大门规个毁掉，玻璃嘛是散甲满死过，就知影弄甲有偌大。我在用业务，学弟应该是在用他的，也是他的业务。车子就整个就进来就对了。对。有什么样？之前有什么症状都没有？没有。货车驾驶昨暗9点外，先伫咧新北市的贡寮澳底渔港偷驶小货车，一路超速到台62线，甲巡逻员弄跋落去山坎，巡逻员送医了后不治。货车佫继续驶到暗时10点，直接弄入去基隆8堵的分驻所，弄到值班台了后跳车，走离开现场无到5分钟，就撞入去台铁的乱乱并交道，互区间车弄到了后当场死亡。我哪知安怎起来起来开就走啊！我咧出回鱼啊，都车顶的。互弄到的2个员警，抑阁真少年，女警一度互卡伫咧货车底，加载互救出来，受到轻伤。不过值班的男警当场就弄甲唔知影人，送医急救了后，也是宣告不治。对我们将因公死亡的同仁，我们会从优来复续。案发了后，毋但是市长、基隆市长谢国良嘛赶到病院来关心。不过嫌疑犯到底有啥物大冤仇，要用这款的方式攻击？不过伊人已经过往，目前警方搁咧扩大范围调查，要为伊案情的卡热和亲戚朋友的讲法，甲代志摸清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